2025 APEC 经济领袖会议今正式开始，介绍咱的时阵，那国家名称拍台湾，而且佫出现中华民国国旗。王义龙今日出现伫咧民进党中央党部，交台北市长参选议员表争取提名，若准顺利，有机会佫再和蒋万安车拼。台中乌窟仔要台油喷水，传出讲勘的土无符合规定，甚至雾峰的油喷坑台场有垃圾水流出来情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2025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今日正式开始，台湾代表林信基有含这南韩总统李在明握手翕相，要小酒问。现场介绍的字卡，唔那国家名称拍台湾，也佫出现中华民国国旗。伫咧现场介绍台湾的时阵，讲咱是主要的经济伙伴，也是这晶片的竞争者。另外，参与部长会议的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也佫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因拢有所准备。吴成文也向美国强调讲，爱伫咧科技领域加强合作。那杨定年也甲这美国的副贸易代表讲到贸易基地。Chinese Taipei 린신이 회장입니다. 贵宾笑容慢慢啊行入会场，和南韩的新任总统李在明伫陪伴头前握手做伙翕相。2025年韩国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0月31正式开始，台湾代表林信基伫韩国时间9点半以第5顺序登场。经济领袖会议就在庆州河白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媒体中心也转播部分内容。不过这回转播时的字卡秀出台湾字样，还有中华民国国旗，有别于过去中华台北的称呼，引发关注。介绍台湾的字卡是特别标出台湾的人口2330万人 ，GDP 是8050亿美金。佮表示台湾是南韩主要的经济友伴，和晶片的竞争对手。另外包括韩国国营有线电视频道 KTV 国民放送，嘛伫标题放台湾国旗。另外，医道会议安排为以李在明做中心，正平第3个位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台湾代表林信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拄好坐伫对面。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坐伫习近平的道边。关门会议结束了后，中岛林信基和企业代表宏基的董事长陈俊成则会参加中岛的宴会。港岛的还有南韩半导体公司 SK Hynix 的会长崔泰元。APEC 团队嘛放出消息，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伫部长级年会期间，和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次卿吴克心、和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卿戴森布雷举行双边会谈，双方讲到台美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嘛会见美国国务院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事务次卿海尔伯格。由吴成文担任主委的国科会就是科学园区的主管机关，这回也和美方强调要在高科技政策和人工智慧领域加强合作，可能达成更深连结的还有台美之间的经贸交流。总谈判代表杨珍妮也释出消息，就在部长会议期间有针对关税议题与美方做交流。尤丁尼嘛和美国副贸易代表史威哲做伙翕相，双方针对 AI 促进贸易、WTO 多边贸易相关议题来交换意见。另外，台美对顶贸易谈判技术性磋商嘛差不多拢确定，双方嘛表达希望更加擘大合作。公司新闻韩国报道。伫咧南韩举行的 APEC 领袖峰会呢，南韩总统李在明伫开幕的时阵，伊特别讲，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无稳定性增加的时阵呢，团结合作是亚太经济体走向国家未来，而且是唯一的选择。也因为川普参加这届会议，中日韩领袖的互动也引起大家关注。另外，飞达执行长黄仁勋也邀请三爽也有这现代两间公司的董事长做伙来主餐，而且拿开讲讲 AI。第32届亚太经合会议领袖峰会31早起正式展开。主人李在明总统开幕致辞时阵讲 ，APEC 成立了后，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额增加5倍，贸易额增加10倍，目前占全球贸易额50%，GDP 61%。不过目前的局势无轻松，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拢面临激烈的变动。李在明表示，团结合作，这是大家走向更较好未来的唯一选择。 각자의 국익이 걸린 일이기 때문에 언제나 우리가 같은 입장일 수 없다는 것은 분명합니다. 그러나 힘을 합쳐 공동 번영을 이뤄내야 한다라는 궁극의 목표 앞에서 우리는 함께할 수 있습니다. 为了这支反关税广告，刷起川普修理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伫企业领袖峰会表示，目前的世界拄拄到必然围墙倒去了后上界激烈的变动。加拿大当地制定新的路线，是要伫未来10年，甲毋是对美国出口额增加1倍。
川普即阵伫韩国敢若停留2天1暝，川习会结束了后，就转去美国，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代表出席。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加新上台无偌久的韩国、日本领导人中间的互动，自然就成做这2天媒体关心的焦点。习近平伫会中表示，中国会走向全球化、多边贸易的路线，会以1555规为方向，扩大对外开放。除了政治领袖以外，今年企业领袖峰会嘛正热热，特别是企业市值拄啊先关到5兆美金的辉达集团长吴仁勋，让15年搁再到韩国，伊到位的所在拢是媒体采访的焦点。李在明31接见吴仁勋甲韩国4大科技头人，宣布26万片辉达上新的 AI 晶片 GPU 采购案，也加双方真侪项的 AI 合作方案，是美国本体以外上届大规模的 AI 基础建设计划之一。We have a lot of good news, a lot of great news for Korea, a lot of great news between me and my many great partners. 这暗，吴仁勋甲三星现代2大财团董事长李在镕、陈其宣伫首尔三星东正家店的餐会，吸引500人围看。2个韩国大会的人餐后，各开250万韩元，请在场所有民众食正价。新闻效应的带动，互上市的鸡肉连锁企业股价往大起。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的国军呢，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这种战车奉叫做是地面上上介强的战车。头一批38台去年交会，总统赖清德今早起伫新竹湖口主持成军典礼。总统表示讲，有实力才有真正和平，签和平协议是无法度和平的，也强调反并吞、反侵略、反推进统一，甚至是反一国两制。代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总算成军，甲 CM11拥护战车进行任务交接。伫总统赖清德甲官兵的见证 ，M1A2T 正直接守护工园的重要使命。持续守护国家安全。国军战车身躯团成，日军540里连兵3营，经过10个月训练，完成射击作战测评，正做头一批完成接种 M1A2T 的部队。日军31伫新竹湖口基地举行 M1A2T 的成军典礼，赖总统亲身主持，正式宣布成军令。自民国114年10月31日起，成军服勤。赖总统尾仔上车检阅部队，540里展示 M1A2T 分百架车拖涉2米飞弹，目击无人机排几排，场面真壮观。赖总统致辞时阵讲，只有实力才当带来真正和平，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签订一纸和平协议无法带来和平，我们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坚决反并吞、反侵略。反对推进统一，反对一国两制。M1A2T 做国军新世代战略，火力赢现役 CM11甲 M60A3 战车真济，是咱国战车头一届配备120公里大炮，动力是 AGT-1500燃气涡轮，最高时速达到67公里。也是车身采用复合式装甲，防护力不佳好。实操演练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驾驶，有时候会因为视角受限问题。那没有办法看到整个训场的地形，这时候就要借由车长的指挥与引导，加上双方的信任，才能完成此项任务。要引进战车其实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配备更多的反无人机，比如反无人机的装甲车跟在战车车队后面的，或许这些战甲车队在未来的战场上比较有生存的空间。国军合作中国威胁，向美国购买108台 M1A2T 战车，分做3批交付。去年底头一批38台到台湾，第2批42台今年7月到台湾，最后一批28台要伫明年交付，大大提升部队的战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民进党报告2026年的大选，这壮看台湾联盟创办人吴怡农今仔出现伫中央党部，交台北市长参选议员表争取提名。若准顺利呢，是有搁再机会含这蒋万安来车拼。若讲到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回应讲，伊会来拼市政。若大家真关心这北市科 T17、18这土地呢，含新工人收这解约金，敢是超好势啊？若副市长李树川是表示讲，目标是伫咧
在明年旧历过年进前，和回答完成签约。挂历之后出现伫民进党中央党部纵跨台湾联名创办人吴怡农3月底到台北市长参选的意愿表争取提名，强调家己已经准备真久啊。选前7月会启动客厅会，甲市民面对面，一旦得到党内支持，顺利出线，有希望在2020年立委选举了后，吴怡农甲蒋万安搁再互相来对决。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市民朋友们、每个家庭们，过去3年、过去4年。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有变好？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我就是全力拼市政。被问到无地方的行政历练，吴怡农讲传统政治无法度来解决问题，不过伊会使为台北未来发展做入正向的贡献。对此，共党的立委王世坚首先表示态度尚温暖，讲全力支持吴怡农。前2次他没选上，那我这一次更是觉得那可惜，我一定要支持他。这是一定。另外，面临这连任挑战的蒋万安是甲重点放伫市政，现阶段爱尽紧加新秀来解约，加回答签约。外界真关心注意解约进度，市府即阵已经收到新秀初步报价，包含宽利金、地租、旅游保证金，才30外亿，也若是不包含设计费、减租费，才大约8亿。分手费大约是40亿。回答告诉我们的，可能他们差不多要做这个计划时，差不多要2个月。那原则上，我是跟我们的所有的幕僚，希望在农历过年前，我们就要完成签约。详细什么时阵会使甲回答签约？理事宣讲，回答的投资计划书甲都市计划会使同步来进行，有过3个月完成，并来表明年2月中农历过年前签约。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马太安溪崩山坍在正严重，立法院今仔3读通过在后中建特别条例，核定上悬300亿的预算，锁定光复这枫林也个万应等重灾区。这经费呢会投入农业的复原、车路交通，也个水利设施、电力、通讯等等的这修复。因为条例顶头呢也写着讲，饮水的救助以实际受灾户数量为主，无受到这门牌限制。另外也通过着这附带决议内面是写讲呢，包含着袂当强制甲原住民族的族人赶走，避免中间的过程造成第2届伤害。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制定通过。议事推公略，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灾后重建特别预算3读通过，经费300亿。朝野党团较协商共识，无提出复议。住宅的这个清淤、家园的清理，还有复原的慰问金明确入法，降低我们受灾民众的这个负担，而且不受一门户、一门号一户的这个限制。除了经费为原来200亿去原到300亿，适用范围以光复乡、枫林镇甲万应乡这受灾乡镇为主。复原重建项目包括农业复原、电力电信系统、到社会复原、甲产业促进，以及中央执行机关认定有复原重建必要的项目等。当中特别条文嘛讲到，因为住户的임灾救助会以实际受灾户数做救助的对象，无受一门牌1户的限制。另外，通过附带决议，包含政府应该尊重原住民的自主权。除非立刻明显危险，安尼无袂使强制签刷责任。昨天在协商的时候呢，我们很庆幸的这个迁村的这个部分拿掉了，而这里面就蕴含了一个危机。今天绝对不是说我们政策决定了之后问灾民接不接受，而是灾民要有代表。再一次谢谢这个朝野大家一起重视，让这个专款能够专用，有系统的重建是很重要的。花莲县长期间为31到议会进行水灾宣布，一个开始议会马上为光复水灾罹难者默哀1分钟。期间为表示，县政府会到各村启动座谈会，听灾民的心声，回应意见，和中央定出更加周至的施行办法。记者采访报道。头乌沙石啊，这情形是真严重，防发。既然是发伤少，外界啊，即期讲是不是发了伤过轻，贵的拢无效果咧？这经济部呢30有预告修法，这头乌沙石啊行政罚金呢，对本地500万增加到1000万，也当甲卡拉车、沙石啊车不收。若准有盈利行为者呢，挺好关5年，挖出来空；若准造成伤亡，挺好判到无期徒刑。若准立法院审核顺利，有机会明年推动。
高雄美浓的龙地红头乌山石，甲乌甲变作看起来敢若一个大山谷，引起关注。最近几年，国土红乌白头乌的状况，包括桃园、屏东等地嘛捌发生过。过去非法偷乌的行为，敢若行政罚500万，防这个讲罚伤轻。经济部决定修法，加重罚金的上限，会当现场查扣机构，嘛第一摆提出刑责。增加了刑责以后，会增加这个遏止的作用嘛，可以在查处的当下没入机具个罚金，提高到最重，最重是1元以下的罚金。在修法了后，意图盈利的偷污的行为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灾害人员的伤亡，相关会当处无期徒刑。今年3月再次拜会中央，建议土石采取法应提高罚锾，没入机具，并增订刑事罚，加强嚇阻效果，保护地方。所获取的一个不法利益是超过这个目前土石采取法上限500万元的话，获利的价值我们会可以。同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行政裁罚这样子。等政府大多数拢认同修法，过去屏东嘛常常拢有人来偷乌沙石，为着阻止不法，除了早就已经实施查到扣机构的措施，嘛针对偷乌了后得利已经超过行政法上限的人，再搁加罚超过的金额。亲像高雄乡这块土地的地主，在去年偷乌土石，互官府裁处695万外块和330万，但罚金拢无立，土地都要互法院拍卖。其实法规那么多，就像酒驾好了。酒驾的惩处可能也算是严重了，可是在于一个实际的纠举执行力。一般的民众认为讲偷乌沙石修法的概念，就敢若食酒塞车同款，虽然有一定程度的阻挡效果，但要予伊规个无去，也是更较有效来改善，嘛是要看执法的强度。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小港的大南埔呢，一户前家厝79岁厝主出门，转来到地呢，发现讲有一卡保险箱煞拍无去啊，内面有金仔甲现金，大约是了240多万。也因为这附近调无监视器，厝边头尾就讲这附近的监视器无几台，有影是无保障。有处理讲念的啊。你讲迄个保险箱？系啊。厝主的查某囝讲，因阿母甲保险箱放伫遮，内底有银角仔、纸票、金仔甲200万的定期单。30下晡出门回来了后，就无看囝，惊一个赶紧报案。发生窃案的人家厝是伫咧小港的红西路顶悬。今年79岁厝主讲，伊要出门有锁大门，警方到场调查嘛发现大门有锁，嘛无防破坏。不过附近的监视器拢无翕到画面，目前正咧调其他监视器扩大调查。阿妈，你讲是有锁门吗？还是？有啊。你讲有锁门？有啦，我每厝里拢有锁的啦。初步调查，民众上锁大门未遭破坏，并周边路口监视器尚无有效画面。监视人员已采集到相关机证，送验比对中。同时，已积极扩大调阅公家监视器及附近商家民宅监视器，积极侦办中。因为民众厝内无到监视器，而且警方找公家监视器嘛找无过面，到底保险箱是谁偷摕去的？警方正咧调查。附近民众讲，伊进前嘛捌着贼偷，嘛共款看监视器拢找无，落尾嘛是找无人，所以有的人就归去家己斗较安全。每个行路啊吼，啊像咱迄要揣迄拢嘛爱做，啊要行啊内底嘛拢爱做，说有诶出来有做，啊看翕无对啊。为了安全啊，这复杂。哎呀，来好早，而且我们又常常不在家。民众讲，庄仔头附近大家拢熟悉，人口单纯，不过规条红西路、长路路、双边拢是犯厝，所以干那路头路尾有监视器数量嘛无济。近摆若发生代志，就接找无画面，对当地治安来讲，确实会互民众感觉真无保障。记者柯家做柯兆阳、高阳昌报道。云林警方最近针对着 ATM 重点追查，发现讲有外国的车手用无共款的车呢挂假车牌，或者是共犯去盗领钱，闪避追查。目前已经抓到12个嫌犯啦。警察看到。伫这间出租套房，警方加越南一个车手压伫咧涂骹，因为最近云林警方锁定合区几多个 ATM 提款的地点进行查缉，发现有几多位外籍个车手用无共车、无共车牌、无共人互相交换，出去领现金。那么由我们斗六分局兵分多路展开同步攻坚的行动，成功缉捕阮姓犯嫌等12人到案，现场查扣涉案车辆7部。
现金100万元以及多项的证物。警方讲，这件案件总共抓到12个越南籍的车手，有8个是逃走移工，4个是来移亲读书或者是工作签证。犯案地点除了云林县，也有台中、彰化甲嘉义。案件依照早期税前防治法定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向法院声押核准。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尤其普发现金1万元即将开跑，诈骗集团恐趁机出招。用假网站、简讯钓鱼连结诈骗民众个资及提款卡存折。警方讲，这边查到的外籍车手集团分工正旧，已经伫咧追查幕后是毋是一个主嫌犯。而且最近政府被破发现金1万块，提醒民众，政府未主动传简讯，叫你输入个人资料，若是收到可疑的信息，会当卡125查证。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新民铁路去年7月全线通车了后，又有民众行伫咧铁轨路顶头。昨透早呢，警方伫咧明月线看到2个游客又搁咧铁轨路顶头行，甚至是违法走入去自然保留区，甲因呢交予警方移送交通部铁道局处罚。第2项，行人车辆不得进入铁路路线、桥梁、隧道内及站区。警方看到违法行铁轨路的民众。严面甲人砸落来处地，3十日时，阿里山林田处会同当地派出所进行区段处地。伫明月线1.85公里的所在，发现2名游客违规行铁轨路，入去义和兰的自然保留区。在明月线1.85公里处发现2名违法游客，依铁路法规定，每人将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林田处提醒游客要去到明月线义和兰自然保留区，要先完成入山的申请了后，搁在林田到招平车站行塔山的步道，唔通为着要省时间冒险来行铁轨路。前往明月线的游客不要贪图捷径，前往姐妹潭的方向，行走塔山步道前往明月。林皮处表示，自去年12月到今，已经配合当地警方联合处理22届，计共有18人违规受罚，罚金为1万块以上到5万块以下。呼吁民众要配合规定，维护自身甲火车的行车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伫这防疫期间，全国禁止用喷饲猪。台中呢，逐工煞有要到200栋的喷膜都气化，市政府是乌窟仔准备要用台的。虽然这12大油喷掩埋场减做3大，不过也传出讲再来要砍的土不符合规定，甚至部分的掩埋场呢，这油喷的水拢流出来。市政府是解说讲，这窟仔下底拢有粗这塑胶布，流出来是雨水，唔是喷水。怪手甲喷坑砍头，搁加地核杀，确保完全有砍起来。台中市传出非洲地震疫情，市政府本来规划12位喷的掩埋场，后来减到文山、沙拉甲后里3位，说予当地掩埋场的民众烦恼有污染土白记录。那主要在我们这边嘛，热车在我们这边烧吧，而且那厨余又拿到这边倒，但是他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这样。虽然伊下骹吼有住迄防水袋啊，但是咱嘛是惊万一啦，对吧？所以讲我是无希望安做。有民代表画面，掩埋场虽然已经砍头啊，不过表演还是有水冒出来，烦恼讲喷会摄入地下，污染到饮泉甲饮用水源。透过空气画面来看，掩埋场边是乌溪，水尾是阿达武圳出水口，附近真侪民众也伫使用地下水，不过下骹粉现像喷水泄出来，市政府原来提出解释。所以呢，坑外看到的积水是雨水的积水哈，并非是掩埋坑覆土之后，好这个水冒出来外溢哈，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另外，市政府包厢30再来砍下土山有真侪石头甲土角，环保局也不会讲这个土角无适合使用，无互因入来。建设局的提出来的土方，他们的力径的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环保局认为不适合，所以也就没有让这些土方进到我们的掩埋场来。所以我们掩埋场的覆土绝对没有用力径比较大的一个土方。市政府讲，掩埋场下骹拢有未涉水的布，所以未造成废水污染，而且依照规定，砍头会加50公分悬，强调入去掩埋场的拢符合砍头的规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伫咧台中五测低调标出着非洲猪瘟，就算有病过、消毒过，甚至用这火焰清烧过，有关有2大检出着这病毒阳性反应。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仔日也表示讲，昨暗针对这案内场，搁再抽检，今早起有3大阳性。这农业部呢也会动着市政府也搁有军方，对昨暗开始进行全面性的清理，说因为伤过垃圾，就爱先病过。啊，那目前呢，这化学兵也是不断入去消毒。阿兵哥拢穿连身的防护衫，30暗时集合地爆发非洲猪瘟案场，准备来进行清洁消毒。无爱治哦，口罩爱治哦，口罩咧好先行。原本支援清洁消毒的30名官兵，尾也搁增加80名，全部依照这标准作业流程，先将案场杂物清理清气。台中5测爆发非洲猪瘟案例场，先是伫市府清洁消毒了后，伫2个所在检出这个病毒阳性反应。尾啊，市府动用火焰清加强消毒，延过2搁再采检，也是有2个所在检出这个病毒阳性反应。中央灾害应变中心30暗时搁再抽检，伊原来有3个所在是阳性，分别是大门口、冰箱加这喷车打帮的所在。比如说，我们原来以为是地板的一部分的，实际上呢，它应该是常年这个污水沉积物含这个可能猪只粪便的，这个污泥底泥已经结合成地板的一部分了。但现在我们要让它不再是地板，必须要进行刮除的作业。只有把现场清理好，才能进去消毒。市府指出，案内场的卫生条件无好，是真垃圾，所以讲要进行彻底清洁。到3月下晡，35名化学兵也未进行消毒。对着猪肉产业链受到冲击对象，除了中央公布补助以外，市府也推出3大方案，除了包含禁运、禁止台的期间免收这个喷的处理费，喷清温上悬每车次才申请补助到1500块。另外，也对猪肉店大头增加补助15000块。我们会简化行政作业，主动联系管委会。摊商让补助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这些相关我们要补助津贴的对象市府讲3大方案加上防疫政策加严，就是要甲造成的产业冲击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这台中5测市场标出着非洲猪瘟，农业部今仔公布这病毒基因定数和中国越南的病毒株拢有99.9%以上相像，无法度确认讲这病毒是对中国或者是越南来的，会把这结果提供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台中市场爆发国内头一个非洲猪瘟，外界关心病毒来自倒一个国家。农业部3月公布病毒的基因定数结果，确认属有定组株，甲中国病毒株相款程度达到99.95%，甲越南病毒株相款程度是99.92%。因为病毒株的相似度都是99.95跟99.92，在序列的定序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认到底的来源，确切来源是哪里。农业部强调，无法度确认病毒是来自中国也是越南，不过会把结果提供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申请责任。序列相对比起来是99.95，10000个里面有5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从这些不一样的点，如果可以比到他们就是来源国最新的一个序列，那这5个点都相似的话，他就可以说我的病毒是来自于哪里。也对第2轮的强化防疫做法，农业部讲分级查访上，全国5442场的市场已经完成5204场，采检送检拢是阴性。继续采检工作上，第2轮疫情调查有列出市场22场，21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一场是因为无试滴，所以无采样，拢无搁再验出来。不过因为台中案场由于验出3次病毒阳性反应，是不是这15天的禁运加禁台时间会延后？等到我们今天的整个清消以后，到2、3天以后，它干燥以后，那个兽医所会再度去抽样，那我们看那个结果以后，综合所有的证据跟所有的科学数据，来再做专家的讨论，做更进一步的商议。农业部讲，除了台中案立场，非洲猪瘟疫情就无对外传出去情形。不过，这阵也袂使放松，也是爱真细腻。目标是搁再清零，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了后3个月内无新的案例，再搁提出申请，转来这检疫区。记者综合报道。
锋面通过，加上这东北季风变强啊，今开始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温度会愈来愈低。礼拜到后礼拜可能会降到10外度。若这中南部地区就要注意讲，这早晚温度会差真济。医生是提醒讲，有过敏、寒性血管疾病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诊所一个开刀患者来看病，最近天气转冷，医师观察到真侪因为温度降低引起过敏的个案，透早就下久的患者来互看。气喘发作的病人来的时候就是咳嗽，但是他的咳嗽跟一般感冒咳嗽不太一样。一般来讲，如果差6度呢，我们就会感受到不一样。有些过敏的病人呢，就会被诱发出来。医师提醒，温度降低，血管较会收缩，致使血压压悬，增加心脏病、甲急性中风的风险。高风险的族群都要注意加套衫。气象署指出，31开始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嘛增强。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明显会较冷。礼拜拜一低温有机会会到20度以下，是秋天以来温度降低降上侪。在礼拜天晚上跟礼拜一晚上，甚至到礼拜二晚上的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会是温度比较低的一个时候。像是在北部宜兰地区一个低温差大概就是落在20度上下。气象署针对15个县市发布透风特报，按照到11月初4，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不过受到华南混合气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甲东部有雨，敢若小可会回温。11月初5拜3，东北季风会阁增强，遮方面开始会落沙沙雨，天气又阁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肝癌是全国主要癌症死因的第2名。咱的政府对2017年启动国家消毒试管政策纲领，加上这健保给付抗病毒药物来治疗，或者试管的诊断含治疗涵盖率超过90%。台湾按算伫个年底呢，要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实行肝癌消毒认证，有机会成做亚洲头一个达到标准的国家。2017年，政府启动国家消毒试管政策纲领，伫健保给付抗病毒药物，也甲扩大推动体检了后，台湾试管防治成果交出真赞的成绩。卫福部证实，要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试行肝炎消毒认证。整个诊断跟治疗涵盖率已经突破90%。今年年底，我们预计向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申请C肝的消除认证，将会成为亚洲首个达成消灭C肝的国家。那试管防治有成，所来卫福部要甲重点放伫美肝防治，因为国内差不多有150万至200万美肝带患者，而且死亡率悬，死亡率是每10万人达到23.7人，比日本4.82人，也甲新加坡6.3人拢较悬。目前卫福部要研究放宽美肝用药的条件，等专家议定会议通过了后，就会当上路。医师指出，美肝甲死肝传染路线拢是透过血还是体液，镜头拢无明显，敢若少数患者会发烧还是出现黄痰的镜头。要治疗美肝，爱口服抗病毒药物至少3年；死肝的口服新药疗程，敢若需要3个月。美肝会当治疫苗，不过死肝无疫苗通治。固定疗程，它困难的点就是停药以后会复发，复发其实对病人是好的，因为现在药物不够完美，复发的本身就是刺激这个宿主他自己的免疫功能去杀藏在细胞核里面的病毒，只有复发才病毒会清得掉。专家是讲，美肝患者也是有可能佫压起来，重点是停药了后，敢有定期的追踪。建议伫健保系统增加个人管理师协助患者定期追踪，才会当互美肝防治，嘛甲死肝同款，互个人免受肝癌的威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 AED 的数量有2万多台，是全球第2多。不过使用率却是颇悬。为了要伫咧黄金时期长久生命，着民间团体和卫福部合作，伫咧谷歌地图顶头标示 AED 的所在，互民众若做有需要，就当真紧找到。心脏病是国内10大死因之一。有医生讲，若是病情行起来，救命黄金时间是4分钟，就包括伫1分钟内做 CPR， 也有3分钟内使用 AED 急救。若是安尼做，有95%的病人会当健康出院。有民间团体指出，虽然 AED 的数量全台湾有2万多台，但不过实际使用的比例无悬，所以这阵民团和政府做伙合作建立台湾 AED 谷歌地图，互民众有需要的时，通随知影物件在倒。
1万多个求救案件，已经有2000多人是实际到场救援，成功拯救了27条生命。应该说 AED 虽然密度很高，可是使用率我们觉得可以再提升。伫第一线救人的消防人员讲，因常常接到通知到现场，但过发现民众虽然有伫咧现场做急救，却拢无用到 AED， 拢爱等到急救人员到现场才有法度判断病人的心率敢有适合电击。但是民众若是会当先用 AED 来监测心率，就会当互急救愈顺时。去善用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是跟我们那个119的勤务指挥中心做连线的，只要他们判断出是一个没有呼吸心跳的病人的话，他们会推播到我们这个赖的听见 AED 的群组上面。那你看到之后呢，你马上就可以去现场做一个支援。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希望可以让 AED 到场的机会可以更高，对，然后位置是更准确的。中央和民间斗阵合作建立台湾 AED 谷歌地图，民众透过手机就会当来使用，希望提供服务需要的人，通伫第一时间来马上找到 AED 来抢救宝贵的性命。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新竹市东大路4段昨暗发生地层下陷，真有可能是因为附近有工地等咧挖地下室。这市政府呢赶紧由封锁线受影响的有19户，33个人先安置，也要求工地停工进行调查。恁家厝受到地层下陷影响，已经严重起气。警方除了伫现场扣封锁线，手物赶紧派人打告示，禁止任何人出入。新竹市东大路拜四暗头啊，传出地层落落意外，积极撤离19户33人进行安置。这些那个墙都龟裂嘛这个都是心痕呐，都会割手的心痕呐，有没有？这都是龟裂它每天一点的下陷，但是因为越来越下陷，对，所以今天更倾斜。以前我们这里的房子虽然老旧，可是经过大地震什么的，我们这里的房子都纹丝不动，也没有什么裂痕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可是这一次这样搞的我们这里真的是很可怕。隔天透早，市务局派出相关单位来会勘，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边仔工地地下室工程受地下水影响，才引起地层落落。目前除了暂时先用暗蒙图加强以外，下令要求建商停工接受调查。初步判断，这个设计的部分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工地的沙质的状况，然后地下这个我们南寮部分呢，地下水位又高，又受到那个海水潮汐的影响，所以施工的变数性大，那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沙质的土水流出来之后，造成地层下陷的一个问题。市府指出，除了会发动相关调查程序以外，社会处也已经安排民众到附近旅馆安置，接落去会要求建商提出改善计划，来厘清发生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高雄美浓的这个合和里这河岸，因为去年风台霜长，到今年2月底开始施工，所以因为工程到单也未好势，这施工过程呢一直爱断水，所造成农业用水无稳定。农民种的芭乐、香蕉、甲菜苋，唔是卖大就是打死。就农民讲，因的损失加起来超过20万啊！里长带农民做规划出爱有水通种植的心声。高雄美浓合和里遮将近100公顷的农地，因为水利局对2月开始伫水头进行护岸修复，工程造成水尾的农田无水通浸，那有一寡菜苋拢打死了了。芭乐、香蕉嘛因为欠水未大，农民损失惨重。3、4月的时候那个价格很好啊，结果我包了3、4万口，摘了一半丢了一半，因为很小太小了，人家不收嘛，然后我就丢了2万多。7、8月的时候。他又给我没有水，根系断裂太严重了，已经慢慢的枯萎，已经在死了。还没有很严重，现在救看看能不能救回来。那你目前出估损失大概几成啊？目前差不多2、3成。农民讲，雨水机也当面强度过，这阵打水机高压，送水未稳定，因已经忍半年外。当地里长嘛表示讲，水利局甲农田水利署施工进程拢无成协调好势，等甲农民气噗噗，30下晡才有水来，物件种不起来，20-30万的损失要找上头。我们农民需要用水的时候，看到没有水啊？你做工程是归工厂啊，但是我们农民需要的是水，跟农田水利会反映，爱理不理。经与在地农民协调，决议自10月30日起，以公7做5的方式，供水7天，施作5天，并于
施工中搭配抽水机的作业，增加灌溉量。水利局表示，还有42个护管要做，配合新的送水措施，会赶伫11月底进行完工。而针对地方指控无水通饮，环境拢无人插，龙电水利署用本字回应讲，毋是事实，因拢有在协调送水。记者柯家族赵永高永昌报道。宜兰东山的13份坑排水雨水若这时阵，附近的田拢会淹起来，无多种植。县政府要甲中央争取1亿5000万的经费来整治，避明年底动工。田地中直直有水运出来，源头就一边排水的准高。宜兰东山乡13份区排水的准高，袂输长仔的牵甲长，边啊秋冬，宜兰雨水期的时阵，准高的水就会抢悬，走去边的田地。哦，然后落了后，甲咱这个早上也去这水源头遮吼，因为伊顶头沙石拢冲落来嘛，冲落来，所以讲咱这河道吼，咱叫拆掉掉。船长讲，除了排水的准高原来我记土沙囤积嘛是问题的，每一年拢爱清，问题也是无法度解决。这块淹水的田地有数十家，拢无法度种植，真侪民众要出力嘛受到影响。强度型的这个整个河川的一个湾区好，那所以变成这条常常如果有大水泛滥的时候，会造成这个农地的冲损。地方争取几年，希望紧来改善13份区排水的问题。不过，县政府伫2029年所提出的治理计划，到今也未通过水利署的审查，地署工程拢无具体的进展。县政府嘛有新继续检讨。11月份会再把修正版送水利署。那如果顺利的话，水利署会在年底来核定这个治理计划。县政府表示讲，13份区排水的治理计划，后个月就会上线，希望年底审查会当通过，通向水利署争取1亿5000万的经费，甲13份区的排水系统切弯疏直，各长明分化护岸加悬。若是顺利，会拼明年底开工。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土城北新宫今年建宫48年啊，这个白沙屯马呢专工来到土城战景，已开始连续3天。明仔载也会含这有100年历史的朱慧宫邦桥马来回乡，一个透早呢，信度就现场闹热滚滚。现场的现象是下个平平，大家提前跪拜，等待白沙屯妈祖的銮驾，准备变两桥卡。这是白沙屯妈祖来到新北市战景的活动。白沙屯妈祖的銮驾早起按北新宫起驾，即马是天驾伫记者背后的三关宫。这届白沙屯妈祖特别来到新北市的邦桥和土城，是为着要和邦桥朱慧宫的邦桥马回乡。现场嘛，吸引真侪信众是专工来参加。我喜欢妈祖，爸爸帮我讲。其实我很早就很想参加白沙屯妈祖绕境，那因为有很多因素刚好没办法参加。那这次是我姐姐参加北辰宫的义工，那我也很想说来参加，跟妈祖一起来绕境。真侪志工嘛来到三工，也摆一起现场的特殊，因特别提醒民众，若是两桥卡都爱遵守志工的指示。妈祖神教要过来之前，我们先协助宣导，就是钻轿底，我们必须要3个一排，然后呢，帽子要脱掉，包包要放胸前，这样。这边的话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神教不能摸。白沙屯马战景的活动，自10月31日一直到11月初2，拜5会伫土城区来绕境，因若拜6是按北新宫起驾，下晡时朱慧宫接驾了后，伫邦桥区来绕境，嘛自驾一暗。礼拜按朱慧宫出发，最后对邦桥区的海山路回家。绕境的路线拢会有交通管制，提醒经过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记者魏宗林、曾俊佑新北报道。最近有一位国小的台语老师魏俊阳专工替囡仔设计一本工具册，用四架绑架这款的方式，让囡仔哪看故事、哪练讲话，考这台语认证也较轻松。今仔日阮要讲的是来去西夜市，来哦来了，背着写着哦。这是个高最囡仔伫台顶朗读的题目是来去西夜市，这是因去年参加新北市语文比赛的内容。会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因足介意和爸爸妈妈去西夜市食好料。我先来买蚵仔煎、盐酥鸡、猪血糕、蚵仔面线餐水，润饼糕、福家猪麻油鸡、嗲面酥是古早味。用我家己碗上汉堡，头家加予我搁较侪料，大碗搁满钱。我嘛有。
我要去食鱼大豆花，我嘛有家己炸我家汤匙，我要掺红豆、绿豆、甲粉圆、土豆、蚵仔、甲กุ้苓综合的口味，我上介意。不过，伫去年的比赛，因并无得奖，因为即马参加台语读写剧场的比赛有分2个部分，用台语朗读因无问题，但是若是用台语和评审对话就有难度。去学校比赛啊，后来没有得名。我就讲到我就讲到这多谢。为着要训练囡仔会当用台语对话，除了普通时啊爱食讲台语，因的台语老师魏俊阳也专工出一本台语册，或者伊说句言，内面会当用看图讲故事的方式，互囡仔激头脑，想看卖要安怎对话。会使互伊去练习看图讲话以外，更会使互伊练习文章朗读，啊，佮有即个阅读测验，佮有即个语句书写，所以变做讲伊已经会当甲台语的听讲读写，伫一个主题内底练习了足清楚的。这本册是专门替囡仔设计，老师讲，不管是要考台语认证，或者是参加全国语文竞赛，拢真适合。因为即马参加台语比赛拿得奖，对未来的升学拢是有加分的。所以也希望台语出版的册会当愈来愈多元，愈侪参考的册对囡仔学台语来讲就愈有帮助。记者陈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根据经政署的统计，台湾青少年犯罪率有增加的趋势。今年1月到8月，这青少年嫌疑犯的人数就创历史新高。这寡少年家为什么要犯罪？背后原因是啥呢？为了要让社会来关心到这个议题，京城少年关怀协会举办展览，希望大家做伙来支持这寡脚步打菜少年家，让因重新回来到社会。人讲先人拍鼓有时错，脚步打叉啥人无？根据内政部经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至8月，12岁至18岁涉嫌犯罪的青少年嫌犯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有万多人。京城少年关怀协会长期协助这个脚步打叉的少年，协会表示，犯罪背后也看到家庭支持、教育资源和社会包容这个问题。那我们发现预防胜于治疗，所以说如果我们是能够在社区当中，在还没有发生一些危机的情况，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些少年的话，基本上他就不用走到司法这个阶段。武栋进前是一个人生找无方向的查某囡仔，因为有协会陪伴，来这学做技能课，参加职业培训，尾啊学出兴趣，嘛找到自信。一步一步带你，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工作起来也会比较开心。为着让社会关心这个议题，京城少年关怀协会当年拢会举办展览，让社会大众理解这个青少年为什么犯罪，因犯罪背后的故事是啥，希望透过理解，帮助因回归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不管是怎么样的职业培力，帮助他们可以再重返这个社会，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想这个是我们能够去支持这个协会。一起把它变得更好，让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展览或者如果各有选择，初心是希望帮助无选择的青少年，会当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帮助因行出一条无同款的路。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做人若想想要有头有面，你的人生同款爱经营。这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小弟安德鲁王子，和这已经过往的美国大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丑闻，最近搁再引起讨论。为了要维护这王室的形象，将国王撤销因小弟安德鲁王子的头衔，就爱搬出到这官邸。而且呢，这安德鲁王子呢，到今是拢无回应。在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采取行动了，30暗国王嘅小弟安德鲁王子大皇家庄园就受到大家嘅注意。这个时阵大门开开，有一台车驶出来，门搁关起。北京汉宫发声明，国王查尔斯3世已经启动正式嘅程序，得到安德鲁王子嘅王室尊称、名号，也个英文名号。伊家即马所住嘅皇家庄园嘅租约，可以依法会当继续住。即马终止租约嘅通知已经送到位，伊就会搬去其他嘅私人所在。虽然伊也是否认外界对伊嘅指控，大家也是认为爱该做处分。This is the strongest action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I think that the king is acting very much here in
in harmony with public opinion, media opinion, and parliamentary opinion. 安德鲁王子因为牵涉已经过身的美国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丑闻，几多年前就提出王室的公职。虽然伊否认相关的指控，因过受到外界愈来愈多检视，怎么正定期伫咧接受癌症治疗的国王，为了要保护王室做这项决定，被认为是现代英国王室史上上戏剧性的举动。有报道讲，安德鲁就伫咧拄搬入去时阵，付征收的费用啊尔。Does need to be let out if it's going to be let out or at a commercial rent, and tha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case by any means over the past 22 years, because the vast part of the profits from the Crown Estate go back to the Treasury and therefore fund the things that taxpayers need funded. So there is a public interest here. 今年65岁安德鲁王子是国王查尔斯3世小弟，也是已经过身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第2后生。这个月初，安德鲁王子被迫停止国再使用约克公爵的名号。即马国王更加进一步加重对伊的处分，剔掉伊所有的名号。自即马开始，伊对外只敢会当用无王姓名号的安德鲁蒙巴顿温莎这个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香港一间企业呢，摕一寡无都回收的塑胶泡面，找到新的用途，就是甲假护喙染一寡特殊的胶，就变做是类似是按摩头同款，会当铺路铺伫咧担仔架下骹。这100公尺的车路呢，就当消化100吨的塑胶废料。Ez valamelyik Audinak vagy BMW-nek a műszerfal borítása. Van benne fröccsöntési hiba, anyagában nem hasznosítható, megy a darálóba, majd a betonba. 伫香港的塔塔巴尼亚一大堆无法度回收，即当入去焚化炉，也是掩埋场的粪扫，红底做碎裂了后，即卖会当重生啊！业者使用真特别的粉的添加剂，标准的蓝马孔的装置，甲切碎的这废弃物连起来，互伊染做一种轻质的蓝马孔，互废弃物代替喙石变做骨架，刷落来就甲伊铺起伫车道，互伊做担仔架路面下骹的基底。100 méter szer, 8 méter széles útba 104 tonna műanyag ment bele a CKT-be az útalapba. Tehát ez azt jelenti, hogy 1 kilométerre ilyen sima 8 vagy 8 méter széles kétsávos útba az 1000 tonna fölött van. Tehát ez rengeteg. 发明人表示讲，这种蓝马孔产品会当透过同款的技术无限重复，会当一直拍破底喙再利用，铺路用掉的废料的规模更较大，是将有发展的潜力。使用的废料是包括塑料、玻璃龙这的包装的泡棉、含玻璃、豆腐，甚至是粉彩。护士佫讲，一般蓝马孔的业者无想要处理废物，废物的处理业者嘛无想要生产蓝马孔，但是本所送入去焚化炉含掩埋场是上歹的解决方案。伊甲这气压结合，无需要高温也是特别做的机具，就创造出新的用途，佫会当减少使用天然翠石资源，就来铺出一条更较永续的车路。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5度。还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